1928年，邱顺莲、邱安德父子为逃避日本人的迫害，举家从屏东迁到花莲富里，成为定居在这里的第1户客家人。双牌位就是我们六龟客家人的特色，对父亲、母亲都非常尊敬，所以有双牌位的设计。从大厅的传统洞对可以看得出来，邱家虽然离开故乡，却从不忘本。就是一种家训，就是等于这边写在洞对里面哈，给它里面是勉励子孙呢，爱守规矩哈，推相传的哈。客家先民当时到东部富里开拓历史，为了生计吃尽苦头，邱家也不例外。邱顺莲刚刚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经济并不好，那么邱顺莲就到外面去打零工。那么廖安妹呢，就用这种车子呢，在外面卖板、卖柜之类的东西。一般柜子发挥巧思加以改装后，就成了做生意的摊车。那么重的车子呢，推出外面去卖，是外面现在，而且这个轮子过早期的时候是用木头轮子哈，而且它这里面装的东西，它的钱呢怎么放呢？钱就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洞，钱就这么投进去。父母努力工作，不向命运低头。儿子邱安德则苦读中医，开了中药房，成了医师。因为那个时候荒郊野外很多枪虫，还有螨虫，所以那么邱安德就知道这本地的一种病态，所以经常来找他，每一次都会治好。邱安德靠着人心人术打下事业基础，异乡客在这里站稳了脚步，开枝散叶，也成了富里人的骄傲。上课喽！爱守规矩，爱守规矩，爱守规矩。